唔知你哋以前咧有冇遇到過咁嘅情景啊？就係坐巴士嗰時，突然之間嗰台車壞鬼咗，跪咗喺路邊，跟住司機咧就會將你哋冚唪唥全部趕晒落車等下一台嘅。咁呢個時候咧就總係會一個黃冚冚嘅身影趕過嚟，帶住紮師傅，好似黑社會打交咁落車睇下台車嘅。咁如果整得到咧，就可以繼續開上路嘅；如果整唔到咧，就拖走佢噶啦。咁呢個黃色嘅四方小車身咧，其實就係屬於巴士公司嘅公交搶險車嚟嘅。喺當年物資缺乏嘅時候咧，巴士公司就會用佢哋自己退役嘅巴士進行改造，並且投入使用嘅。咁佢哋一般咧就有一個四四方方嘅巴士車頭，經過拆凳斬尾改造之後咧，車頭咧就可以坐4到5個工人，而後邊咧就可以裝上大量嘅工具或者拉上貨物啊。然之後到車尾裝上掛車鈎咧，又可以當做拉車咁去用嘅。整體定位咧，其實就係屬於一種多功能搶險車嚟嘅。無論係市政環衛、水電力搶險咧，都係合適嘅。只不過到咗後來啊，廣州公交唔再服役大型嘅前置發動機公交車後，就冇得改造啦。後尾咧就只能夠交由客車廠專門改造、開發同埋生產出嚟啦。同時咧，又因為呢啲車嘅零部件大量同普通公交車可以共用嘅關係，所以咧，當呢啲車被單獨開發咗出嚟之後，佢哋依然都成為咗廣州巴士嘅最愛啊！喺當年，無論各大公司都好，都係可以見到呢啲黃色嘅身影嘅。所以咧，就睇翻嚟今次實拍嘅呢台廣汽出品嘅 GZ5101XGC， 就係一個好典型嘅多功能搶險車啦。雖然咧佢係2009年出廠嘅，不過咧成個外觀可以見到佢依然沿用咗廣州俊威客車時代嘅三角眼車頭，甚至個頭牌位咧都係預留咗出嚟俾人放搶險車嘅字樣嘅。然後通過一啲細節就可以見到，無論係車頭嘅進氣中網、好高嘅車身同埋三凸嘅入口、黃色嘅塗裝，都係因為有咗需要拖掛車嘅需求下，所以呢台車咧就採用咗好典型嘅前置發動機佈局啦。基本上咧就可以將佢睇成係一台貨車再套上公交車殼嘅工程車嚟嘅。咁入到車內咧就可以發現真係好復古啊！可以見到好多以前廣州巴士已經消失咗嘅元素都喺入邊噶啦，比如呢個俊威客車時代嘅4幅方向盤，當年好流行嘅仿德國佬組合式嘅機械式儀錶盤，司機隔離嘅情懷大鼓包，同埋呢個真係10幾20年都未見過嘅2+2節門等等啊！咁啊，基本上咧喺20年前廣州巴士嘅元素都係融合咗喺入邊噶啦。咁喺動力方面咧，呢啲工程車就前置咗一個育柴6.5升180匹嘅國三柴油發動機，發動機嘅型號咧就係 YC6J180-30，再配合一個5MT嘅手動變速箱嘅。咁講到呢度咧，就話個小彩蛋俾你哋聽啊！隔離昆明佬嗰啲魔改廣州混合動力嘅廣汽客車咧，就係換咗呢副機器入去噶啦。咁所以睇到呢度咧，就唔可以怪點解公交公司咁中意啊！因為呢啲小黃車咧就真係非常之實用嘅，無論係 BRT 嘅18米巨無霸，定係雙層公交、普通公交咧，佢一律都可以拉走嘅。另外就係佢嘅3大件同埋各種零部件，呢部車大部分咧都係可以同以前嘅普通公交車去共用嘅。咁基本上咧就係比單純嘅掛車功能多，而且咧相對又更加容易維保就係啦。不過咧，其實講到呢啲都係過去式噶啦。而家咧就隨住公交公司對安全嘅不斷重視，廣汽客車嘅執笠結業同埋新能源汽車零部件通用率減少嘅原因之下咧，就無論係車廠定係公交公司都好少再會採用呢種多功能嘅搶險車噶啦。所以咧就隨住呢啲車嘅車齡到咗年限之後進行退役後咧，而家就俾好多正規嘅掛車慢慢取代啦。就比如今次實拍嘅呢台 GZ5101XGC 咁，你睇佢安安靜靜瞓喺車場嘅樣啦，就好似講述住嗰個年代嘅故事啦。